哎，今仔个行情啊，探到鬼都强啊，唱歌又忙来唱，太型嘅宴会又讲吃销，惊那个新冠肺炎，哎，你们就做个好啊，去买炸公交。爱从今唔系搞笑，爱买炸公交啊，爱买到千件最少。那趁千万上厕所的屙毒尿，一年送1万的变富豪。买下炸公交，牵下阿叔老阿嫂，谢谢本钱餐就一高，好脚餐11的咩搞笑。那去买了炸公交，冇我阿叔叉太跑，11加餐啊摊下就好。